台北市进前逼出私立幼儿园园长的后生甲囡仔性侵猥亵的案件，引起社会议论。即马专案经过法院审理，认定有6个人受害，依照强制性交等等的罪名，一审甲这个姓毛的嫌犯，甲判28档的有期徒刑。因为台北市府嘛公布，对教育局、教社会局相关的人员，拢记新界也是小过处分。行路警备车由法院介护，亲身到庭听判。台北幼儿园性侵案加害者就是伊，挂黄色的喙暗姓毛的查甫人，涉嫌性侵对细汉囡仔不恕，佮违反查某囡仔意愿翕私密的影像。台北地院法院16依照强制性交定罪，一审合并判处有期徒刑28年，专案还佫会当上诉。今天这个结果，家属这边可以接受的吗？我可能还要再跟他们报告一下。若是园长的后生，也是教保员姓毛的被告，伫台北信义区家己的幼儿园工作。合议庭认定，为自年开始对6个查某囡仔入手，知影讲细汉囡仔学龄前身心的健康发展真重要，也明记知影被害人拢未满7岁，无同意也是拒绝性自主的能力，竟然为了满足家己的性欲，有相关的犯行达到1年的时间，造成被害人身心严重创伤。专案发生了后，台北教育局即马嘛新设专区，公告幼儿园无适任的人员，啊毋过市府各局处当初相关处理嘛歹引起外界质疑。即马行政的处分嘛已经公布，教育局为迄个时阵担任副局长、甲辅导员，也甲社会局、家访中心遮的前主任等人，分别互人记新界一直到小国。幼儿园如果涉及性别或不当对待事件，经过我们的认定委员会认定它是终身或者是1到4年不可以聘用、任用或禁用在教保服务机构内，都会公告在这里的专区。案件的来源有时候是来自于警政、社政跟教育体系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3方的横向连接是缺乏的，整个网络的一个串联的历程当中，就会产生漏接的一个状况。为强化细汉囡仔安全，监管基金会表示，除了这专区以外，更加爱加强警政、社政、教育各机关的横向联络，才会当防止这种案件一再上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